咁呢鋪個 pot 係打咗一個500萬美金嘅彩池，完全諗唔到 ST 係呢手牌。大家好，我係阿 Tom 啊。咁啱啱過去嘅3月咧 ，KPC 就喺濟州嗰度舉辦咗8萬大賽，咁啊邀請咗全明星陣容。咁我今日咧就揀選咗我覺得當中最刺激、最有觀賞性嘅一輪魷魚同大家分享。咁嚟到比賽畫面啦，我哋而家睇到咧係第一鋪頭魚嘅。咁我哋今日打緊嘅係1000、2000、3000蚊嘅一條魷魚，海洋鏈、Victor 鏈。Elton 揀咗用 King 3 shoot 去搶呢個頭魚，咁撞輸路咧就跟咗一個 King 9 shoot，翻牌589兩隻葵線。喺範圍上咧，撞輸路會比較領先，撞輸路會有多啲89啊、78啊呢啲牌。打咗個1/3。咁 Elton 呢副 King 3 shoot 跟就好難跟㗎啦，係諗會唔會 cap raise 去偷雞？放棄咗。咁撞老師就攞到個頭魚。操！給你操了。咁我哋今日玩嘅結構咧，如果魷魚攞得多係可以翻倍嘅。咁如果攞到第3個魷魚咧，就可以翻2倍。咁5條咧就會翻3倍。咁喺玩魷魚遊戲嚟講咧，攞到頭魚係好着數嘅，因為一開頭攞住2條魚，咁然後仲有9鋪牌去爭取翻倍，所以頭魚嘅價值咧係好高嘅。譚老闆好進取啊！繼續想利用位置優勢去搶魚 ，cut off 開4、5 off， 撞老師繼續搶魚喎 ，Oppo free bet 仲有 King 9 shooter。咁我諗撞老師嘅策略咧，應該係會揀 free bet 一啲比較兩極化嘅牌。咁呢啲都係面對 four bet 係好輕鬆做決策嘅牌。我哋 free bet 呢啲牌，人哋 four bet 我哋咪掉咯。咁反而一啲可能King 10 shoot 啊、King Jack shoot 啊，面對 four bet 咧，就反而唔知點樣做，我哋就會揀跟，因為有好好嘅翻後 equity。咁撞老師中咗一個 top pair， 一個標準嘅 C bet。咁我諗譚老闆有位置揀咗呢副4、5 off 去防守，咁肯定唔會咁輕鬆就掉㗎啦。
打9鋪牌嘅，總共10條魷魚，球魚有2條。咁而家撞老師4-0嘅優勢下，仲有6鋪牌去搶魚。Victor 前位黏咗一個10-10。咁我哋玩魷魚呢，有好多黏嘅策略，因為出邊嘅死錢好多，咁好多強牌、弱牌都可以黏去平衡。咁成個策略呢係好平衡嘅，可以有黏 raise、黏 call、黏 fold、Victor 黏、鹹煙、貼身 open、4-5 shooter、2加根。撞老師繼續搶啊！搶緊第5條魷魚去爭取翻3倍。咁從撞老師嘅角度，佢覺得鹹軒 open 嘅範圍十分之寬啦。咁佢就覺得可能後邊2加如果有強牌都會 fast pay，因為已經去到4-0嘅情況咧，大家都開始心急，都唔會話去慢打。Victor 好難受啊！咁佢嚟到呢個情況，佢可以做嘅一係就 4 bet， 一係就 fold。咁但係 4 bet 個成本亦都好高，因為撞老師已經 3 bet 到20萬。咁佢100幾萬嘅籌碼，如果 4 bet 嘅話，都差唔多已經套錢。如果面對對手有牌，就會冒好大風險去打晒。咁繼續又係撞老師對住譚軒，又係一個撞老師 OP 嘅 3 bet pot。撞老師 3 bet 6-7 shoot， 然後 flop 咗一個 open end 花咗。呢個細 size 嘅 3 bet， 譚軒頂唔順啦，4-5 shoot 完全冇概念，淨可以買後門花。哇！哇！大家話派埋嚟睇。哇！哇！拍晒台，哇靠！個這個牌即你要有刻點牌，對你真的裂開，譚老闆，真的裂開，有個。咁呢輪刺激啦，你 flop 能 call 的牌，去到5-0啦已經。撞老師1加攞住5條魷魚，魷魚都係翻3倍，攞住5條魷魚，仲有5鋪牌繼續去搶，搶到7條嘅話會翻4倍。咁撞老師而家基本上係唔會放棄任何一個機會去搶魚。咁呢鋪比較和諧喎，大家都冇 open 嚟到一個 lim pot。咁暫時撞老師中咗一個 middle pair pair 8-0先。譚軒 bottom pair backdoor 花咗。咁啊譚軒反超咗啦，憑一個 top pair。撞老師揀咗用一個 middle pair 呢出嚟打，咁但係個範圍優勢上，撞老師唔應該有好多強牌，因為任何 AA 啊、88啊、66啊呢啲牌咧，撞老師翻前都唔會平跟。咁佢最多就係有一啲 random 嘅 top pair，最多可以有 A8 off。譚老闆 raise 同我嘅諗法應該大致相同，覺得佢唔應該有太多強牌。我哋調翻轉從撞老師嘅角度去諗，譚軒可以有啲咩強牌？咁譚軒喺前位黏，其實咩牌都可以有，可以有 AA、88、66、86、33，所有嘅強牌譚軒都可以有。譚軒有個 flop 會唔會慢打煙啊、88啊、66呢啲牌？咁撞老師跟咗個 turn 睇下 Viva 咩發展。咁 Viva pair up 咗隻6啊，譚軒已經中咗俘虜。Value bet 一個好大嘅 sizing， 譚軒打咗一個 1.5 max pot。譚軒講緊嘅故事係我副牌好大好大好大，一係就咩都冇。撞老師諗佢有啲咩牌會偷雞咧？咁去到個 turn 係 Badugi 嚟嘅。冇花買，淨係有蛇咗。咁有啲咩蛇咗啊？有啲有4-5啊、5-7啊、7-9。咁撞老師自己又阻擋咗一啲4-5嘅組合。譚軒個 flop 唔打，可以扣除，可以減咗一啲 pair in pair 8 pair 6嘅組合。咁然後去到個 turn 出隻3先至 raise。咁似乎講嘅故事咧就係話個 turn 嗰隻3係關事。咁亦都唔相信譚軒煙傾會咁樣打。邊傾 before 唔 raise 個 flop 又唔打個 turn， 撞老師衝出嚟打佢先 raise， 然後 Viva pick up 隻6，跟住煙傾去打一個 1.5 max 嘅 sizing， 亦都唔係好合理。咁如果個 turn 嗰隻3係關事，有啲咩牌關事咧 ？A3、83、63、33幾個組合。咁但係83同煙3呢啲 counterfeit 咗嘅
組合會唔會喺個 Viva 打個 1.5x 嘅 sizing？莊老師好難受，執晒籌碼出嚟好想 call。咁而家5-0嘅情況，莊老師如果跟啱咗就6-0咯。攞住6條魚，翻緊3倍，即係攞住18條魚，6加都係冇魷魚嘅。打得好啊，莊老師 ，good fold 啊呢個 pair 8。咁而家咧淨係得2家有魷魚嘅啫，莊書奴有5條，咁譚軒咧有1條。還是用人性邏輯。ST 利用佢平時緊實嘅形象出手啊 ，cut off 開一個類2 off。我回頭告訴你，我保證能修復。一封新的氣泡水。Elton 防守5-7 off。ST 擊中咗 two pair， 咁呢鋪應該都冇懸念啊。ST C bet。你說怎麼樣呢？你別看，你要看我幹嘛？罰款，你真的是。黃耀搞笑攞 Elton 副牌嚟睇下，睇下咩牌唔跟。就不要，我不中牌你就 call。我看一下你是不是能跟他搞的牌嘛？他就能搞他這個牌啊！他們搞啊，你怎麼搞的呢嘛？我開了牌之後都搞不過你嘛。last 2鋪牌啊 ！ST 黏咗一個神秘手牌，莊老師跟海洋有位置啊 ，cut off 7-8 shoot 會唔會揀去 open 呢？咁佢可能覺得呢個時候 open 嘅可信度好低啊，會揀低成本去，所以睇到個翻牌。咁 Victor 喺不騰攞到一副 King Jack off。咁從 Victor 嘅角度嚟睇 ，ST 係有機會埋伏嘅。咁因為 ST 已經有魷魚啊，佢唔應該會有好大意圖去玩太多牌。ST 跟莊老師都咁喺度諗啊 ，Victor 冇魷魚喺後位可能會開得比較闊啲。咁 ST 亦都冇話 free bet， 咁我未必有啲好強嘅牌。咁最尾都係揀咗跟。海洋跟咁我哋睇到一個 four-way pot。你跟我說。咁會大家都有啲關事喎。咁喺範圍上咧，呢個 flop 係最 favourite Victor 嘅翻前範圍。Victor pre-flop open。咁莊老師最少一個跟㗎啦，佢又諗清楚應該點樣做啊？會唔會 raise 咧？咁但係我哋諗 raise 嘅時候，又會諗如果人哋 re-raise 我哋應該點樣做啊？咁我相信呢副牌係唔想有機會俾人 re-raise 嘅，咁一定係跟就最着數。海洋唔買啦 bottom pair。海洋接近買死牌啊！如果買咗隻8翻嚟又輸俾莊老師。我 turn 嚟咗隻 king 啊 ，Victor 中咗隻 king 啊，繼續打咗一個大概 half pot 嘅 sizing。從 ST 嘅角度嚟講咧 ，Victor 係好少偷雞嘅。喺成個行動路線嚟講，就算一啲 A King 啊 A Jack 個 flop 唔中嘅組合，個 turn 再打都已經係肯定係有牌嘅。咁 ST 繼續 call， 咁莊老師中咗一個細蛇。咁從莊老師嘅角度嚟睇，一樣係覺得 Victor 咪唔會話有空氣牌啊。咁 Victor 可以有晒所有 A Jack、King King、Queen Queen、10-10、King Queen 呢啲強牌組合，
咁撞老師唯一輸係輸佢 A 擊嘅，咁撞老師最少一個跟嘅係諗 raise 唔 raise 去 value 對手一啲 whole pair 同埋3條嘅組合咧。撞老師嗌咗 raise 喎，好難受啊 Victor， 聽到對手嗌 raise 攞住一個 top pair open end。咁撞老師呢副牌就冇阻擋到對手任何 two pair 啊3條嘅組合，亦都冇阻擋到買花。唔想俾對手一個咁好嘅賠率去跟，打咗一個好大嘅 sizing。咁 Victor 從呢一個咁樣嘅行動路線，佢應該都相信自己係落後啦。但係仲有一個 open end， 啱唔啱賠率去買呢？買咗仲可唔可以買贏呢？ Victor 話：我有晒所有嘅強牌，我可以有 A 擊，有晒 King King Queen Queen 10呢啲牌，你仲可以對住我咁大力 raise，Victor 都放棄。咁剩翻 ST 可以有咩牌？翻前 Lim Call 個 flop check call 個 turn 對住 Victor 再打再 check call。ST 翻前。唔應該有 King King Queen Queen， 可以有10，有7，有10鐳10 King， 煙擊都有可能嘅。咁 ST 繼續跟，咁Viva 出咗隻膠磚8，咁對牌面完全冇影響。個 pot 已經去到160幾萬 ，ST SPR 1。ST check， 咁撞老師仲可唔可以打呢個 Viva 咧？咁有啲咩牌仲會跟佢咧 ？whole pair 會唔會繼續跟佢咧？3條仲會唔會可以繼續跟佢？鐳啊10 King 呢啲 whole pair 會唔會去 Yield call 嘅？咁所有賣後滿花嘅組合 Viva 都唔會支付佢啦。撞老師打咗個 half pot。ST 會唔會都係 same hand 咧？其實都可以有9擊喎 ST。翻前 Lim Call 個 turn， 咁但係 ST 喺有魷魚嘅情況，翻前仲玩9擊咧，呢個又係另外一個問題。咁撞老師玩9擊好合理咧，因為對佢嚟講，佢有機會搶7條魷魚翻背。哇 ST all in 喎，我撞老師好難受。咁我可以講咧，9擊係肯定唔會 all in 嘅，因為撞老師係可以有 A 擊嘅。咁去到呢個行動路線嚟講，撞老師面對 Victor 一個咁強嘅範圍，個 turn 可以 raise， 然後 Viva 再繼續打個 half pot。講緊嘅我一係就係 nut， 一係就係咩都冇。咁 ST 而家講緊嘅故事就係、我係 A 擊，一係就係咩都冇。已經冇其他 value combo， 除咗 A 擊係可以 jam 得出嚟。哦，真係 A 擊。呢鋪 ST 打得好，完全諗唔到 ST 係呢手牌。咁呢鋪個 pot 係打咗一個500萬美金嘅彩池，係破咗最大底池紀錄。500萬美金，咁嚟到最尾一鋪啊，一個 heads up pot， 黃葉對住 Elton 用咗係4啊 ，middle pair 加一個 gut shot， 黃葉會唔會 C bet 咧？可以打走 Elton 一啲，譬如10擊啊、擊鐳啊呢啲 call 嘅範圍。咁 Elton 最少一個 call 噶啦，係睇下會唔會 check raise 啫。check call。從黃葉嘅角度嚟睇，turn 呢隻 Jack 應該就唔關 Elton 事，唔應該有啲咩有 Jack 嘅組合 call 到個 flop。Viva pick up 隻 Jack， 咁 Elton 應該都係 check call 模式㗎啦，我諗都唔會話諗住攞隻4嚟打 value。黃葉偷唔偷啊？咁但係去到最尾一條魚 ，Elton 有 pair 係好難煲俾佢。咁但係 Elton 會唔會有啲咩冇 pair 嘅組合咧？會唔會有啲咩 high card 去 call 個 flop？A5 啊，可以 A5、A2呢啲牌。黃葉唔偷啦，放棄啦。
咁玩完最尾一鋪牌啦，咁啊剩翻黃葉、海洋同埋 Victor 母魚。最後 ST 成為大贏家，水上400萬，打咗一個500萬美金嘅彩池，恭喜 ST！咁啊多謝大家收睇。